手家辦關手橋，唔是要辦事，而是要請西螺鎮史太保來降價，協助新順青年的來媽祖港天上聖母開工。本來是要請媽祖家己開工，但是媽祖客氣講這個時代要處理就好啊，很少見啊，應該講一般是咱攏請道長嘛，法師這邊開工嘛。新明替新明開工並無定期，東港嘛落着雨，也替進條回鑾西景西鄉路，以中西北區為主要範圍，沿路經過31個鄉岸道，長大約19公里，價值千萬的勞斯萊斯佇咧頭前開路，後壁還有舊車大唱車鼓調，結合蘇俊英布袋戲，打造劇場式頂頭。艾爾利我們的總裁長魯山，他的用心就是他想說給媽祖，就是出門也是讓他可以就是讓大家為之一亮一下啊，就剛好他也有就是有這些車輛啊，就也是借小小的心意借給媽祖來幫媽祖開道。這屆更重現府城早期廟會風貌，向基佬請教傳統細節，由新順媽媽團組成掃香爐隊伍，手提空籠掃替新橋開道，女性志工打香火打，呈現過往較少看到的女性參與形式，透過頂頭和傳統文化實踐加傳承。成員會員現在目前有80幾位來自於8個不同的縣市我們平常主要的活動就是跟台南市的各大廟宇，還有外縣市一些我們也是非常熟悉的廟宇來做宗教上的交流與互動。面對當前信仰文化普遍、世代傳承卻是短暫的現況，新順青年用優質的廟會文化表現，吸少年人行入宮廟，親自認識信仰文化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